大家好啊，歡迎又嚟到 Win Win Channel。我發覺好耐原來冇喺 Win Win Channel 同大家講碟啦，所以今次咧就特別喺度先講一張呢個碟，就係一隻黑膠唱片。其實唔係黑膠唱片，係一種彩膠唱片，就係、Still in Love 嘅 80s。其實呢張碟咧之前已經推出過 SACD 版啦，亦推出過黑膠版本。咁就嚟到聖誕節咧，所以佢咧就推出一個彩膠版本，但係唔係彩膠，係一個混合嘅顏色膠嘅唱片。嗱，不如先睇一睇佢嘅咩膠嘅感覺啦。首先呢一個就係一個混合膠啦，橙色加埋個黃色咁咧，其實係不規則嘅，所以每一張唱片咧出嚟嘅效果都唔同。而反轉咧就調翻轉咧，亦都唔同咗喎，就係黃色加少少嘅橙色。其實有少少係配合翻佢裏邊呢啲嘅色㗎啦。呢個心心係橙色，呢個心心係黃色，咁其實幾夾嘅。咁擠翻呢隻先。好啦，到第二張咧，呢張又完全唔同色喎。呢個咩色咧？攞出嚟先。呢就係紅色，接近係一個玫瑰紅色。其實呢個色咧就係等於佢裏邊嘅接近呢個色啦。所以其實成個配套係幾有心思嘅。咁如果講到我中意邊隻色，其實我好中意嘅粉紅色同埋紅色。我諗大家睇我着啲衫都知啦，比較鮮色嘅。咁所以我同埋我亦都喜歡嗰啲彩膠唱片係淨色嘅，多過花哩花碌，因為始終覺得感覺係會統一啲咯。好啦，咁唔講咁多，講一講裏邊啲歌先。之前我亦都提及到咧，就講到咧就會最好嘅一隻歌就係 Right Here Waiting。咁因為咧 Richard Marx 作呢首歌嗰時咧，因為佢要到美國巡迴演唱啦，連續好長時間，於是同太太分開咗。就因為咁，佢就特登咧就要寫一首歌去話懷念佢太太啊，好掛住佢，所以就寫一首 Right Here Waiting。不過呢隻歌之後咧，Right Here Waiting 以為主角同埋太太終於都係離婚收場，其實有啲可惜嘅。不過再講到 Richard Marx 咧，其實佢係一位好出色嘅一位歌唱嘅人物啦。咁而且佢亦都好有商業頭腦，所以佢寫嘅歌咧好有嗰種商業嘅味道。原來咧佢爸爸叫做 Dick Marx 咧，係寫廣告歌出身嘅。咁咧佢寫咗廣告歌之後咧，你估 Richard Marx 第一次唱嘅歌曲就係幫佢爸爸唱朱古力廣告。第二首歌已經揾唔到啦，但係原來有咁嘅淵源，所以咧佢一直喺歌唱發展，而且亦都係繼承咗佢爸爸個商業頭腦咧，就走咗去咗美國咧，就認識到 Lionel Richie。咁同 Lionel Richie 一齊合作咧，幫佢巡迴演唱啊、和唱啊，同埋彈吉他、彈鋼琴等等嘅。然後咧，亦都咧就幫 Lionel Richie 去和唱咗好多好經典嘅作品。其中大家好認識嘅一首 All Night Long 咧，就佢有份去唱。另一首 You Are 亦都有佢把聲存在。不妨大家聽聽 Lionel Richie 呢兩首經典作品，或者可以感覺到 Richard Marx 去唱 Right Here Waiting 之前嗰個感覺係如何。咁好啦，其實仲有兩首歌嘅，不如下次再講講好嘛？